你的那个呼吸，跟你的眼睛，跟你的看的那个点，呼吸。Hey, sakdam lang manang gitaway mga mak Miga thana tarukmak Nahan pamda halo Nate pamda tero Hey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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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am punamak aigi iming songtham jayanta mitay India gi Manipur ko mhamdu gi lakjibani Taiwan da lakpa chahi tara manga sujare haujikna miauli da aigi loina bi pe an amadi chanapi raya ga leijai miauli da aigi theater group amada aina artistic director oina amadi actor oina su leijagani mayam punamak matam leirabadi changbiduna lila asi yengbiu la 那个水果放一下。来了，好，我有了嘛。走。我们尼泊尔家唱的人，很难得，他们一年有最多来我们家2次吧。Yeah, how are you? Long time no see. Yeah, don't I live lah? 很久没有吃我们家乡的食物，说他们今天会煮我一吃，我们一个 party。第二个是，还要回。他会曼尼布尔所以他这边台湾的他的念书结束了，你去哪看过？什么8年？这5年多了。5年还没有好好学中。他会。他会讲，他好厉害。不是，我不知道哪里，他哪里学的我不知道，可是他也。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古马云，中文的名字是，英文的是古马云 Robert Kennedy。所以也是念那个博士。博士对。在哪里念书？在台科大，台湾科技大学。要这样中文很好啊。我的家乡是曼尼布，是一个印度的东北，比较山墙。我们的 all the we call the Himalaya range， 所以我们会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温度不会那么热。食物到文化、服装也皮肤的颜色什么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会不知道到过那个南部的话，他们觉得印度是这样。到了我们家乡东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同样的国家吗？好，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是比较很特别的、很漂亮的。再来一张来吧。第一次去曼尼布的时候，是我还在新加坡念书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就是坐巴士，所以到那边的感觉是，那个晚上的那个星星真的是数不完。我们的天空很宽。对。然后也蛮惊讶，就是入夜之后，女生几乎是不太会在外面走动。所以有一次，我就吃完饭自己外面出去晃一晃，把他们都吓死了。Welcome，Thank you，Welcome， 好，这样是哈，谢谢。好。你也会用手吃饭啊？谁教你的？看的。我有障碍，我不知道特征。所以吃饭是我们一定要会做这样吃的。这样子。我们家里面这样吃的时候，大人进来的话会骂。难怪你们都那么瘦。台湾这个地方真的这边长期的住的是我了解是 only 2个，一个是他拿到台湾的 passport 了，所以他是台湾人另外一个是我，另外是学生来这边读书，最多6、7个人。台湾电子的东西很厉害，所以很有名在印度。牛肉面很好吃。其实曼尼布是一个非常擅长用隐喻来说故事的民族。你问
他说他对于台湾的印象，他打一个比方。One thing I can tell you is that if I have a $1 billion in my shoe bao, okay, I keep open the chain so that other people can see the dollar, okay, $1 billion in my backpack, okay. If I sleep outside at the roadside in Taiwan, okay, I will be on the next morning. I will be alive. Also, the money also will be also there. That is the level of safety that I feel here in Taiwan. The money also will be there, and I'm also will be alive. But these things you cannot expect in other countries. 今天是比较晚了，每天是9点，是吧？今天是练习的学生9点半开始做，今天做，哈哈，半个小时完了。这个场馆呢，它其实以前是一个陶瓷工厂。那我们在2013年的年底进驻这个地方，然后在这边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是，进来它是一个3合1的空间，就是办公室，然后演员的住宿以及我们的排练场都在这边，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平常都生活在一起这样。大概将近差不多80平的空间。那演出的时候，这个排练场它就变成一个黑盒子小剧场，可以容纳大约80个人的观众席座位。3, 4, 5, 6, 7, 8. Up, down, left. 左，这一点点这样子而已，不用这样，这样子没有改变。一直都会知道，我长大以后我会当演员，所以我觉得很巧，就会有这个一个喜欢表演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家乡曼尼普的一个文化吧，有很多的表演，我常常会看，所以看的是有一种的哦，我是想舞台上别人会看的时候，他们会开心，他们觉得哦，那个how to say clap。这个我觉得很享受，我想那样子的人这样子。ताइबं बानबा सिदा थेंनरिबा अवाबा अनाबा येतबा सिंगसे मखल मंगा खनो एहलिबनी मखल सिंग अदुदी खंगदबा उदबा आइगिनी हाइबना हेनबा कलकबा मदि यंगथिबा सिने हे मियोइबा थादोगलो नाबल आइगिनी हाइबदी 台湾创一个团，这个概念其实我们2个都有，可是我比较会 push 它。剧场的意思是考虑那个生命的一个观察嘛，所以 how I am going to bring my understanding of life， 2个是扣连很紧的。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人的生命本能，生命是什么？我们一直都会想这个世界的外面的东西整理好，说这个世界会好了吗？不是，有可能你的外面是你整理多好，
最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看的人是谁？自己。这个是我觉得一直都，我觉得观众跟很重要的一个分享是这个，我们会自己怎么整理自己。哎呦，我真的吓到你了！哎呦，来，这个是我的戏里面大部分要的内容是这个方向，所以每个戏都有不一样的切入的点看同样的事情。我迄栋都爱素菜，你栋都爱诗词，我呢上爱成就。这个美学的东西，刚刚讲的也很 nice 的。有时候有些作品里面，以议题上面来讲，就一般观众比较可以享受。而我自己会看的时候不满意，不满意，内容我看起来 too shallow。这个事情是需要，我觉得不是艺术家自己要去创造，而是我们艺术家身边的。自己以前是演员周耶，现在变成一个行政人员，对我来讲，那个东西是更大的挑战，因为舞台不是只是进入排练场讲好的台词，它是一个很活生生的、很真实的一个战场考验。所以对于剧团的经营，比如说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其实进来办公室，除了就是维持 routine 的团务之外，大部分都是在想一个制作，从前端的企划到怎么执行，到一个制作完成之后，它还是要收尾，总多事情。总归一句就是请钱，怎么去做很多的营运规划，这个也是底层，有时候也是会，比如说卖票啊，怎么样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到剧场。这个剧可以推荐适合我们啊，不是其实我们他想推荐这个戏，那个不用定是什么什么，为什么呢？他的写法本来不是那么写实。行政基本上是固定的，早上9点，然后晚上6点，就是上下班的那个时间是固定呢。但是他的课，比如是9点半，我们基本上是还蛮分开行动的，就是没有要一起进到办公室，而且我们也是分开骑摩托车啊，就是自己时间到了该做什么事情就自己要去做这样。我在那边不是我声音放出去。不是吧？好，这个是你们的线，你们的底线在这边了。那时候还没有想要结婚，其实就是异国恋曲之后，其实不是那么确定说那个会走多远。认知过程很简单，他看到我很帅哦，这样子，so fall in love。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其实小时候大概有听人长辈讲过，哦，那个印度阿三，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真的到了那一个学校去念书的时候，新加坡的那一个学校，我们那时候是第1届的学生，每个学生来自于亚洲不同的国家。但是第一次看到就觉得说，那是敦煌石窟跑出来的那种石膏的雕刻的人嘛，就是跟自己的想象很不一样。对，有可能那个时候我是短头发，我的地方是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女生是还蛮安静的。女生不会那么开放的讲话，所以到了新加坡以后呢，每个女生对我觉得她们讲话很 very open。她做一个作品，她的作品我看的时候，这个女生有问题，我不能接受这个女生。就是比较是生命故事的分享啦，就说你愿意把你自己最弱点的东西摊在桌上，让大家来品头论足，因为他要透过你这个作品去检视你所有的创作的方式，要不断去修饰。慢慢的我会知道，这个他的一个故事那么开放的讲，这个是一个很勇气的一个事情。就那个我会那个方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also还不错啊。
那个方向我会看的时候，可以开始接受。My feeling towards the parent is not very quickly happen. It's 比较 long, because very frankly speaking, parent is not my kind of girl. Most of my girlfriend in the past is very beautiful, and means not beautiful is not about what I'm talking about. So is I become closer to her, how to say, the heart. UNE is ready to help the others and is take care everyone like this. So I think that 这个部分就我觉得，我觉得应该就是缺乏母爱，所以你才觉得有被照顾的感觉。有可能，because I lack of the mother's love. 我是最老大，所以我们有2个弟弟，1个妹妹。我的妈妈很早说过世了，所以有可能parent的身上我会感觉到这个。所以你娶了一个妈妈，不是娶一个老婆。那个是一个说法，我会说那个男生找的时候一定会找他的妈妈跟比较靠近的那个女生就比较所以有可能我的妈妈还不错的，妈妈是好的，所以我看到我的妈妈，你的身上是还不错的。都是我载你，我没有来限制，违法。猜妈妈第一句话说什么？打白吃饭就父母斗，自己先自首，自首无罪。打白吃饭就父母斗，太太没。可是我有带那个暖包来，先把家里的3包拿过来。那你就要扶吗？不知道，那扶嘛比较。好，夏天简单吃。我亲爱的女儿嘞，江南瑞啊，吃饭啦！我是包食，亲爱的女儿，就是有给生活费的，付钱的呀，10班而付钱的。虽然一人月银钱人用，按冬阴都食饭，还能吃水果。还要负责孩子接送，还要包油钱。打开了系啊。哦，你讲跟马个抽啊？鱼腥草咩？鱼腥草哦，你那天讲说你要种的那个，妈妈帮你煮成汤了。哦。人家讲叫甲本人土人啊，跟俺一则反应讲人土人咩个天时看到种乌牙齿白白个啊，人讲你咩黑白配哦，佮含捌讲出声音一边拍个一边舞个啊，伊讲。妈妈，你莫讲像人土人按舞啦，伊个品种唔系按舞的啦，唔别人来讲。佮你有饲到你大本你即个上到你即个上朋友咯，佢讲，你没有收啦，你是个人土啦。对啊，那就选择就支持啊，佢也冇讲啊，都你不支持也咪做唔得啦呀，系我呢。反正你即个选择的，含摆你即个负责啦。俺做嘛家己就行嘛，俺冇讲叫行就行啦，做出来你就行啦。伊食饭哦，老沿途的食饭，刚好相反。你爸这个是食饭包出来的，你沿途念的是出来包饭。印度是吃饭，菜是配饭的，这边是饭那么小，连青菜那个都，所以第一次他会印度吃。1碗饭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这个对啊，这个女生不能娶，她吃太少，她有病。不平，吃太少。当下心情哦，是才讲，你哋系惊，也系笑，也系压啦。飞机错，明明是看到加木卡嘞，看到我写了，我冇去人家讲，该做我木卡哦，我都在当场啊，哟，怎么等俺就？让我做唔得出去咯，明明就看到了呀，就话吓人的哦。可能是吧，一年的想法是讲，可能是一年金钱啊，冇足啦，也系人朋友啦。可是家下时间也已暗咧啊，差唔多佢家都赶紧来下班咧啦，哦，盼唔得个嘛3月怎么盼得好啊？咁我冇明明就听讲伊在结婚了，举行婚礼了，咁有冇3月后咁是。动身体了哦。怎么办呢？
我细拢去到上爸爸亲嘛，最后打谈多哦，做巴士的。这个巴士非常很神奇啊！人过要做咧载鸡啊，做载屁啊，载嘛白，动啊。对啊，很深刻的，我自己都很深刻啊。这个印度那么大，从来没有坐过这个。坐巴士印象深刻还是吃东西印象深刻？做巴士吃东西也有哈，两个都是。爱面的，跟海燕心情很有关系嘛。就会吃到很拍谁呢？选到一个印度人，很好的啊，为什么那里拍些？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你觉得对我们来讲，你觉得怎样？那个你会紧张吗？哦，一点点，我觉得不会紧张，可以一点点丢脸的感觉。不应该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生活本来就那个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是很 very 特别的、特别的一种特殊状况。所以我觉得，连我不能控制那个什么都不能控制，所以。平常时下班转来屋卡食饭，我就会负责洗碗，因为俺袂煮啊。老公就会负责切水果，看丈母娘的心爱的水果给我切。我是理解。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很紧张哎，动紧张，因为他们的那个婚礼真的是定了那个时间点，那一到他们家真的是已经是满山满谷的都是亲戚，因为大家都是来参加婚礼的，包括他的新娘的那个服饰也是很特别，因为曼尼坡他的新娘服就是他的传统的。舞蹈的服装，像马桶一样。那是因为我坐在底下，怕我站太久，就是里面放一张那个圆板凳，然后因为坐下来，你那个是硬的那个厚纸板啊，你那么硬没有办法坐下来，他就只好用力一捶，然后让它可以凹下去，才可以往下坐。一个比较难忘的经验，就是要把新郎新娘的手套在一起，用红线绑在一起。然后就是放一个叶子，跟那个 coconut 跟那个 banana 放一个，等大家都会给上面会给bun钱放钱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庭分还得苗栗嘛吼，那时候的仪式真的就是大家就是喝喜酒，就是开心的喝，没有那么感受到所谓婚姻这件事情。可是那个仪式真的就会让你觉得说哈，你今天是所谓。在众人的祝福跟见证下，你结婚哎，未来你真的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你是不能轻易放弃的。你是有一个责任，你当初是经过审慎的思考，你讲结婚。我一直都怕这个结婚了以后呢，如果我今天我或结婚那个印度的一个女生，我的曼尼普的话，那个责任很大，当演员。不能赚钱做一个老婆这样子养，这个是不可能的。可是这边我觉得我感觉，佩恩且愿意我们这个哪一个状况中我们一起可以下去，这个伙伴就我觉得很难找的感觉。那个的时候，所以这样子的话，结婚前不管怎么样，生活里面发生什么事困难，我们在一起面对，有一个这个 partner 的话还不错啊。所以我是为了这个结婚的。对不对？我是这样子的，我的出发点是这个。要弄葱油饼吗？可以啊，葱油饼的话，我会拿出来一个。那你刚才怎么没有先弄葱油饼？当我弄了以后，你会不会吃的话怎么办？还要有蛋哦。还要蛋啊？对啊，光这葱油饼好吃吗？好啊。她是我的女儿，今天她会去那个什么运动是什么？田径，所以我们会准备早餐。我暑假有安排，像已经上完了作文课，然后
下午都有游泳课，然后早上有时候会去田径。早上些我会比较会早起来，所以大部分是我准备。可是佩恩我们两个还是轮的可是我比较多。8点要到，所以还是一样，暑假我说一样。今天我们会洗电动车，看起来是每天会洗的。好，来，好走了。我还没做好。可以了吗？可以了。还。田径的那个老师说了吗？比赛是什么时候？他不知道是吗？妈妈跟他说你们有比赛耶，忘记了哎，你看，舍不得你的同学就等在那里。爸爸。进去。雅雅本来他之前蛮认真的啦，可是他认真些，他不知道那个别人跟那个很热闹的这个聊的东西，他比较会不会？我自己都会觉得他比较可以热性多一点这样子的一点点开心一点。可是他是一个比较他要做的东西做了以后呢，不会管太多别的事情他的个性就这样子，他的比较不会那个 social 的一个 relationship， 他不是那么好这个东西这个是像我，所以我没有担心，我是很小就这样子的，所以也要说这样子的，所以长大以后他一定会觉得会调整改变这个东西3、2、3、4、5、6、7、8、6、7、8，换边。其实我参加这个田径队呢，是从3年级，然后我就被叫来，然后之后4年级我就不想来了，因为很累。然后5年级就觉得自己跑越来越慢，就觉得少了一样东西，所以就想要让自己像以前一样跑。然后寒训的时候也有来，然后暑假就来了。我没有特别的觉得田径不好，可是我不想一个为了比赛这个放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说为了比赛田径这个，田径是一个我们身体的练习为了健康。现在的很多小孩们有很少机会可以外面玩出去的这个是一个身体的养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所以我会答应可以加入。直岛上游的女孩是什么？我们可以看过的，对不对？对。我要选一个他们嘲笑我的片子。印度片不是因为爸爸黑印度米在管的，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听 Hindi。像如果我们这一部的话，就是他的字不管是英文或者是中文都 OK。要不要讨论啊？就是看完戏之后的感觉是什么？觉得这个戏今天哪一个部分让你特别有感觉？其实我们也还蛮透过康天亚来教育声音的。他有2首，雅比较喜欢哪一首？里面有2首歌，他自己做的还是最后面那个比赛的？比赛的那一首歌。后来我们发现 Q 哈宽天亮有另外一个，因为觉得对于我来讲，如果没有嫁给印度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度，
那我觉得有时候透过里面的情节，摄影的亚洲在提供印度很用的国达，它里面的文化是什么，甚至它的音乐的那个属性，我觉得还是某种程度让他对于这个国家有一定的一个接触。那如果他可以认同，他会愿意看印度片，我觉得也是一个他对于这一个文化的一个接受的一种方式。别人家里的他们煮菜，味道闻的就会知道他们煮什么。鸡酒的味道。鸡酒的味道，对。我们要去传统市场买菜，因为妈妈住院，然后今天早上还要准备煮饭午餐给丈母娘吃。平常上市场都是2个一起比较多。2个一起去的时候，他们会卖比较便宜一点，因为我担心他被开价，但是因为后来跟菜贩也都很熟了，那有时候比较是因为你看他写的那个菜单是印度文呐，然后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一样要问他，所以不如把人带去现场。他还会再晚点过来，我觉得待会先去买鱼，还是不要啦，直接那个鸡先买好了。导演说好了，为了那个拍片买助效，说没有，平常有钱，好不好？奇怪。阿姨走了，她也那么太早了吧？鸡的那个？不是卖菜的，那先去买鸡好了，然后回来再买鱼。这是什么鸡啊？那个是叫文昌鸡。就是我刚刚说的珍珠鸡啊。这个是文昌鸡。这种就做。我还吃小肚好了。小肚好了。要1只半，好，不要屁股跟头。这是他跟阿姨已经很熟，变朋友了。后来他都习惯了，每次都会过来买。他们用笔，我要这种，他会这样比。一开始还不会讲哈，中文，所以中文有进步吗？有进步很多了。他开始会讲说，哪一种表演哈，我要这种，我要几只这样。阿姨，你那个蒜头剥好了，可以拿过来了。蒜头我买了。阿姨有了。蒜头有这边有。所以阿姨是很狡猾，我买东西的时候她骗我的，现在没有骗了。是吗？阿姨是吗？他说我骗他，我什么时候骗你？我是跟他讲说你不要拍我上镜头，这叫做我骗他。这个是卖的还是给的？给的习惯呐，给卖东西做的，唔会讲也款给款，去做熟悉的人。卖要继续转的，唔会也俾人看给偏看，所以有时候เรา去穷下去设计蛮无聊的。活跃他要的，唔系哈，不是哈，那这个这样子。一开始来市场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预约，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要的是说的是什么，不一样的是刚刚我会说的那个太困难，所以。我觉得是比较会少掉聊天的部分，那边就是他会目的就是把东西卖给你，所以他会需要知道你要什么，然后卖出去。可是我们这边有时候聊天，你真的没有你要的东西，你没买，他们也还是 OK。那边就会生气，因为对他们而言，对啊，那边会生气。对。美女，嗨，巴酱，我看到你嘞，你妈脚家有没有比较？在医院啊，去看到了。昨天去哪里啊？鼠苗好，鼠苗啊，勇敢啊！我妈讲的，妈个伊啊，他今天要吃鱼啊。今天自己吃这个。今日煮的无按刀骨头的。要无按刀骨头啊，要卤的，羊毛毛是要的。哎呀，快到这修路3块就较好啦。这看起来很小，可以。跟用板煮。煮清汤就好，你煮清汤给他吃。可是我要煎啊，煎过这个是可以的啦，这个鱼肉是可以了。
个。他的家乡对不对？这个是你买的主食几乎都是鱼，哦，所以它的鱼的种类就很快很熟悉。哦，这个是这叫个就对了不出名。字，但大家知道那是什么。我要这个这样子的话。你要拿2片给你妈妈吃啊。好，可以，好，可以那边拿就好了。好。好。那个红萝卜要削吗？不用洗好，好了。削好了。高丽菜拿去了。高丽菜拿去了。我要的多少切了以后要洗。我在很小的时候，3个兄弟每天都轮煮，所以我的爸爸很挑那个口味，说我们煮的不好的话，他还是会骂，所以我们会还是很大部分的男生会。一个原因是很奇怪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我知道，我也是后来发现很好玩，就是因为女生在那个 MC 来的时候，他们中午在去厨房，所以他们发现说，哎，今天怎么都没有女生进厨房，他们就会有一个男生推派出来去煮饭，给自己嘞。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女生还蛮受惠的。这个要泡这样啊？嗯。是吗？围起来比较像厨师。这个看起来很高级的厨。台湾人的口味还是 taste 还是不一样，可是印度的菜就我会说的全部都放里面，就高丽菜、番茄、马铃薯、红萝卜什么都里面，所以我会一个菜就够了。妈妈的开刀是膝盖嘛，说不会特别的没有不能吃，这个没有啊 ，only 不用吃太多油的东西所以不方便上厕所什么什么那个以外，他什么都可以吃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菜瓜是你会煮哦，你菜瓜汤你煮比较好。然后这一次主要是因为那个长骨刺，所以变成阻碍到他的那个走路，然后就是痛到连走都不能走。后来就是医院警察主讲，要中的嘞。如果要一劳永逸的方式，最好还是外开刀啊。这一次他住院了，就整个我们的生活步调大乱，就是平常小朋友几点要去接，我们都搞不清楚。Hello， 很热闹哎，要开可以开的吗？可以。开谁哈？接下来全部要客家饭嘞，我们客家电视台。那这次妈妈住院还好，就是因为弟媳是护理师，所以其实帮了很多的忙，就是第一天刚开完刀的照顾啊。那今天午餐的部分，不好意思哦，很简单。那饭这个部分。这么好，弄那么好来给我吃哈，我孝顺了。这么好，弄那么好来给我吃哈，我孝顺了。对，这个鱼。这是什么？鱼哦。这样子。哦，谢谢。还有比较好吃的是后面的马铃薯跟那个。这是番茄还是？番茄。番茄，我以为辣椒那么大片。好吃。哎，いただきます。这道菜叫什么？这个道是家宴的菜。家宴的菜。东湖蟹。好。听得懂客家话吗？对，好吃的妈妈说的好吃的意思。真的好吃。给你们用啊？完全不会。我们有带比较多，可以一起吃。可以汤。也还有便当啊，我们有2个便当。他只会煮咖喱。这个演员咱咪学习这个咖喱鸡哦。你若当好小呢，佢先爱煮的习惯的吼，佢转型引途啊，电动食唔管揭不开嗰啲东西啊，佢讲安尼推翻的东西当好食，一样，唔系像佢啊川普乱七八糟样夹手的吼，佢变电动时代安尼的客家菜伊好食的样。腰的地方注意头。Your energy is more at the center of the point. 我们现在每个礼拜4的早上，我们还是会，就是所有的剧团的行政还是会一起上瑜伽课。在那之前，我们几乎维生的方式就是，因为剧团我们没有拿薪水嘛，我们就自己就是教课，
然后自己养自己这样子。可是刚刚好那个的时候，淡水他们淡水的社区大学，他们会开一个 yoga 的 class， 所以最少还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第一个对他来讲，一开始教瑜伽的确是很挑战的，因为在印度瑜伽是一个养生的，就是一个社区里面就是免费的。他要觉得说借由这个跟人家收钱，他一直觉得有一个心理的障碍过不去。可是那时候真的就是逼迫他没办法了，我们真的得要有一些收入可以养活我们自己。千方面爱冇办法支持佢啊！出力走在水涨快时间下哈，而且走道具也是算是一个剧团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啊。我想有安尼啊，那也咁样也主要，所以家嘅道具就像做戏嘅家嘅道具全部计划突破，那就那么做。我们要去哪里？给我过来！你给我下来！你不可以赖在这里！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子随便。你这个自己自导，这个做，真紧又投入来到死吼，几张要做会出的哦。所以你只会当到行啊，现在看不出了，爱看不出，加把还没看了，爱看不出的。刚开始的时候比较看不懂的印象没有，后来慢慢看都懂了。现在最懂的是那个假戏真做啊，一个走出来一款哦，的确，我要那个做戏中地主有还有做戏哈。你用的是这样也在戏走出来哦，不简单。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哦，演戏的确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啊，没问题，果然还是要钱的。师傅，1枚金币够吧？我觉得剧团的经营其实是这样一步的，碰到困难一定都会有，但是我们就是一步的去想，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还可以怎么解决，然后可以试图找到2个人的平衡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然后在文化上面也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2个还想要一起共同生活，或是经营这个剧团，你一定会要有妥协的地方。也真的很难抽哎。中间的这个是印度的艺术之神，叫做湿婆神，它又叫做破坏之神，因为他们相信艺术创作是从破坏开始的。那Jayanta基本上他是一个算是无神论者，他尊重所有的宗教，但是他自己本身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尊重所有的神灵。9月天公演的时间会穷下去庙地会拜拜，但是那个是比较是像是一个家庭活动，他会参与，然后他也希望能够不要让家人觉得失望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这样的一个气氛。但是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会陪他们，我会去拜拜，可是我的拜拜的意思是很不一样。今天啊，我们也刚好凑巧碰到，今天是案主动的上映。哦，杀的趁热。对。好，来吧，拜拜。好，来。这些不用。小朋友开始进入青春期，性格比较不稳定，也祈求恩主公保佑他心性稳定、健康、平安长大。刚开始的时间很困难，他会免楚，一百时间如果不认真，我会等他，就是说啊，你就算要演，也要给我演得很好，这样子对我来讲会比较舒服，因为我可以感受到这个人他是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好，我找到我的一个方法是 ，I come here to remind myself
yes, help me to find out myself. So when they are coming here and they are 那个 praying， 我每次都没有问那个方向，我是来在这边自己这个地方很多人来这边的一定会有一个 energy 在那边。这个方向我觉得 OK， 可是你这边特别的来要求什么东西？那个的时候一个 look like the you are doing the business with the God。So I don't want to be selfish. I come here to give something, whatever I earn is 大家的东西。So some share something。所以我的 parent 跟他们会看得出，看起来我很认真拜，我认真的会做。可是这个认真些没有要求神。印度 also 有这个很多的那个宗教，可是真的印度的宗教是不是宗教？这个是 like the Buddhism。Buddhism is not the religion。每个人都没有人会知道神在不在，所以呢，相信他在就方便很多了。And 我不会说神有没有，我不知道，所以我不会说我不相信，我不会说我相信，我是教。差不多12年、13年吧，我会加入。我走路，哇，那个第一次是我觉得很简单的感觉啊，开始走路3天的时候，我觉得受不了这个东西，哇，没有习惯说哦，那个是很大一个经验。一个是那个马祖后面很多的车，里面有跳舞啊什么，这个是我shock。一个也是一个传统的这个的时候很现代的这个东西跟融合这个台湾我觉得关那个 public 的一个接受度还蛮高的。印度这个不可能。我觉得一个蛮感动的是马祖经过的时候，很多人会底下蹲这样子的，连那个经过 and 那个大炮啪嗒啪嗒啪嗒，有的时候哪里一种的心里上有一个感动，我想一点点想哭的感觉那个。我现在差不多那个台湾这边生活15年，这个15年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的看法。台湾在这边的住了以后，台湾在这边会看到印度的不一样的地方，它的弱点，它的好的点。这个理论来看的时候，我的看法比较会可以开放的可以看。所以这边妈妈爸爸在这边，那个不是真的妈妈爸爸，可是在一起了以后呢，人性的我们的那个帮忙的好一个那个 blood relation 关心的这些东西是不管怎么样哪一个地方我感受到这个的时候，以后我会现在还是我印度的一个 passport， 所以我 legally 是印度，可是不管怎么样。哪一个国家我去台湾去，我觉得我的我不会说第二个，所以台湾是一个我的国家。Ibang pan ba sida tengnari ba? Awa ba ana ba yet ba hai ba se? Nakal mga 我很喜欢戏剧、导戏、演戏，可是后面要一个人会帮助这个 all the practical 的这个东西是他做的，他没有的时候我不能做这个。我很清楚这个，今天台湾这边我什么事情做这个艺术类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是他没有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She is a kind of the fulfilling my dream。这个是 I have very credit goes to her。说安之谁？按这些这样子的。我比较勇敢选择嫁给了他，但是他比较勇敢选择待在台湾。家燕，谢谢你哦，这么多年来帮我照顾佩安，希望你们2个白首偕老，互相体谅，谢谢你。家燕，谢谢你选择了佩安，爸爸想要给你一些我心里的话。2个人共同携手，为你的这一生的艺术工作好好的奋斗，勇敢的走下去。爸爸，你要加油，像学中文还是学一些东西，你都要加油。那总统佩安，
A 那能不能洗？